为了纪念2009年7月5日在东突厥斯坦乌鲁木齐发生的大屠杀13周年，并呼吁中共结束在东突厥斯坦进行的种族灭绝，在海外的东突厥斯坦非政府组织联盟的领导下，在中国驻伊斯坦布尔总领事馆附近举行了不要对种族灭绝保持沉默为题的主要新闻发布会和抗议活动。与此同时，居住在世界各地的维吾尔人在同一时间也举行了纪念乌鲁木齐大屠杀受害者活动。拜登政府预计很快宣布取消对中国商品的部分关税，以缓解美国的经济通货膨胀问题。但贸易专家认为，由于削减的关税规模有限，新措施不会对缓解通货膨胀起到明显的效果，也不指望解决美中贸易的主要问题。中国国家气候中心完成的气候报告全面分析了中国气温高、降水多等基本概况、气候系统监测状况、气候灾害和极端天气事件，综合评估了气候对行业、环境、人体健康等方面的影响。美中太空竞赛日益白热化，美国 NASA 局长直接点名中国，霸占月球并禁止其他国家登陆。他呼吁国际该对此感到担忧。美中两国的口水仗从外太空吵到地球上，从没完没了的疫情到背后直接帮助俄国推动战事，都被美国白宫现任跟前任官员公开批评。上海公安局数据库疑似发生大规模个人信息泄露，涉及10亿公民，网上叫卖约20万美元。如果属实，这将是中共历史上最大的数据泄露事件之一。随着俄罗斯在俄乌战争之后寻求维持原油出口，中国已成为俄罗斯石油的一个重要目的地，导致伊朗在其原油出口谨慎的几个市场之一面临的竞争加剧。美国制裁措施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伊朗原油的出口。新德里的海关官员在一架来自阿布扎比的飞机座位上发现了价值55000美元的黄金，隐藏在座位的管道中，是在因迪拉甘地国际机场检查时发现的。